主席，頭先何秀蘭議員咧喺佢動議修訂嘅時候，就講咗一個網上流傳嘅一個笑話，就係話咧，如果你每個月儲5000蚊咧，由呢個幾千年嘅夏商周時代儲到今日咧，都未必買到一間呢個凱旋門嘅豪宅。主席，嗰個係一個笑話嚟嘅。咁但係我咧就想講一講一個即係現實生活唔係笑話嘅笑話。主席，中大嘅大學線最新一期，即係5月份嘅一個文章咧，就訪問咗幾位租住出邊私樓嘅大學生。咁佢哋咧就係表示咧，佢哋習慣咗呢個獨立嘅生活，又租唔到一啲一般嘅所謂一層樓去住，咁只可以租用所謂套房或者係劏房。咁澳洲大學畢業現職航空公司餐飲顧問嘅 Jerry 咧，就每月咧就要用2700蚊，就喺油麻地咧租咗一間90尺嘅房間，90尺。另一個例子咧就澳門留學生叫 Bosco 嘅，喺香港任職研究助理，半年前咧就要月租3700蚊咧，就租住緊係150尺嘅劏房。咁局長就講過啦，劏房咧就係可以接受嘅，亦都冇危險嘅。不過咧，我相信佢如果問一問呢啲大學生咧，可能得個嘅結果咧嘅答案咧係未必係一樣。主席，以一個月入1000蚊嘅一個年青人，佢如果要花2-3千蚊去租一間劏房，加上佢每個月要即係食飯啊、交通費用啊、買衫啊啲費用嘅話咧，如果一個月可以儲到大約1000蚊到咧，都幾好㗎。咁如果以1000蚊一個月計咧，一年就12000蚊，10年就12萬，40年呢就48萬，可能啱啱夠俾一間200萬或者300萬嘅樓。即係如果嗰陣時40年後仲有200-300萬嘅樓嘅話呢，咁佢啱啱60歲呢就可以買到一間樓啦。主席，呢個係個現實嘅生活，唔係一個笑話。咁但係嗰個結果實在係令人非常之吃驚嘅。主席咧，局長咧曾經喺最近咧就寫過一篇文章嘅。嗱，咁佢就喺5月4號咧，喺舊年嘅5月4號咧寫嗰篇文章叫做居有其所係咪唯一嘅途徑？咁喺呢篇文章度咧，佢就講咗好多大道理啦。咁就包括咧就係講咧就話其實買樓咧係人生一個大事。大部分擁有物業人士咧都有同樣嘅經驗，就喺上車之前咧，經過多年嘅辛勤嘅工作，努力儲蓄到足夠嘅首期咧，然後要實現咧呢個願望，然後至慢慢咧係改善佢嘅居所嘅環境。意思即係話咧，年青人咧就唔好諗啦，你想買樓咩？儲錢啦，即係好似司長講話，你想發達做李嘉誠啦，咁即係差唔多。主席，我唔知道即係局長後生嗰陣時係點啊？對唔住，即係局長唔喺度，好在即係其實局長都好後生啊，所以我只係問佢，即係我唔知道佢買第一層樓嗰時係點樣啦。即係我自己記得我自己嘅經歷就係我喺英國翻嚟，當時我係冇賺錢冇人工，因為我仲係學緊師。咁我太太就4000蚊人工，4000蚊人工做呢個見習律師。咁我哋好幸運咧，就買得一層樓。就係喺個即係天后廟道嘅一層樓係有無敵海景嘅，主席幾多錢呢？24萬，24萬。咁所以嗰陣時，即係我哋嗰陣時買樓嗰陣時，應該係20幾歲啦，24-25歲啦，啱即係讀完書準備執業。同而家年青人相比咧，我哋嗰陣時嘅機會真係大好多咯。而家24歲嘅年青人，你話叫佢買，唔好講24萬啦，主席買240萬啦，係根本都冇機會。咁點解我哋會嚟到一個咁嘅地步呢？而政府就自己又話：哎呀，你學翻我哋以前細個嗰陣時啦。咁主席嘅問題就係時代已經有所轉變，而家嘅年青人呢，佢哋係追求獨立嘅生活，佢係希望呢係有自己嘅居所、自己嘅生活、自己嘅家庭。但係好可惜咧，佢哋嘅前途咧係非常之暗淡，佢嘅人工咧係非常之低，所有日常生活嘅費用咧，包括呢個即係交通費用啊、食用啊、買衫啊，都係同佢嘅人工咧
係唔成正比例。所以如果你話要求佢單靠於即係儲蓄去置業咧，其實我好理解佢哋係非常非常之困難。咁但係如果自己唔可以儲錢置業嘅話，政府可以俾到乜嘢嘅幫助俾佢哋咧？其實答案咧係零嘅，主席係零嘅，因為政府嘅政策咧現時咧就唔鼓勵咧年輕人咧係去，或者特別係年輕嘅單身人士咧係去入住呢個公屋。咁啊居屋更加冇啦，而家根本冇咗呢樣嘢啦，亦都政府啊由頭到尾都唔肯啦。雖然冇人可以明白點解佢唔肯。咁如果你要上公屋嘅話咧，而家政府嘅政策咧就有啲即係特惠嘅政策，就係如果你同長者一齊居住咧，你嘅即係申請嘅成功率咧就會高好多。咁其實即係逼住咧年輕人咧係唔可以自己係置業，係即係呢個享受呢個獨立嘅生活。咁可能對年輕人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，但係對整體社會嗰個環境、嗰個整體個氣氛咧，其實係絕對係對好多年輕人嚟講咧係不可接受。主席，現時最近我問呢個局長攞啲即係公屋輪候嘅資料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嚇人嘅，因為咧嗰個直至今年嘅3月底咧係大約有152,400宗申請，係較去年同期咧係增加咗18%，增加咗大約23,000幾宗，係近年來咧係最高嘅。而最令人關注咧就係18至29歲嘅單身嘅申請者咧，累積嘅申請由21,000宗咧係飆升到29,000宗，增幅係達38.6%，佔整體非長者單身申請嘅比率由去年底嘅44.3% 咧升到今年3月嘅45.9%。主席，呢啲數字顯示咧，而家越嚟越多年輕人係申請呢個公屋，特別係零入息嘅申請。咁我哋點去處理呢個問題咧？主席，呢個就正正政府需要處理嘅。梁國雄。